汉语朗读文章，甜蜜嘅人达，甜蜜嘅人达。阿文歌录音，作者郑秋梅。摇摇擦擦，槟榔乌鸦，骑马过桥，多为失色。无常系播放新年嘅战场，每到临安头，高头王阿萨古同一太村嘅新年啲无同行，无险险，高跳上跌落，高到满身大汗。远远传来阿孙伯公嘅声音：有主管呢，好买么？阿嬷、嬷嬷、快铜、快铁，都做得拿来卖哦。佢度搞到牽頭嘅聲音呢，一下都冇上說。一塊上漲前屋下，冇愛要做得揾認同嘅設計東西。尤其阿薩古做水夾，睇下到夾腳做定希臘前幾年鐵路船，全到人冇愛，博特嘅上路鐵機。數塊同塊鐵嘅阿孫伯公拿起稱呢，同架鐵機嘅攪起來稱，稱頭曬來曬去，阿薩古問阿孫伯公，我嘅鐵機嘅做得穩幾多呢一件堂嘅？阿孫伯公對住阿薩古講，所以呢，我鐵機嘅真做得穩。兩粒圓筒嘅，阿薩古聽下到面皺皺再嘟嘟，失望嘅講：啊，真兩粒圓筒嘅哦！阿孫伯哥，我還要上幾樓台，冇啦本啦！阿孫伯公看到阿薩古愛叫嘅樣嘅，軟性嘅講：好啦好啦。嗰兩粒本藥，阿薩古睇上人家老太，佢就夾下來拿糖嘅，說夾老太聽到金標，拿到鹽糖嘅，食到再度，再向鹹定，見講硬好食。阿咪妹妹啲做下輩，看一太薄嘅鵝毛來賣。阿孫伯哥，我婆講一包鵝毛係兩隻嘅鑰匙，佢同鵝毛使到當走哦。阿孫伯講，樹見稱鵝毛頭那見硬。同阿咪妹講，小阿妹，你也包鵝毛做得還唔粒鹽糖嘅。阿孫伯公用也舊皮有烏索索嘅樹，啲家己包度也出鹽糖嘅，一粒送本阿咪妹。阿三頭看到阿咪妹樹向神燈按到粒鹽糖嘅，緊吞後來緊同阿咪妹頭痛。阿咪妹，你了保我說好冇？阿咪頭那一咬，哼，我真妹本意說，上班唔拿，在屋頭温到硬到粒糖嘅，唔咩冇本藝師，我婆講愛留兩粒幣。哦，我小事人，我婆冇牙齒，愛用嘅抽鹽糖嘅啊！阿三頭笑到鬼火放人都聽到。小乜街啊？我婆
就爱用圆筒的怪牙露台是约的啦。阿妹妹太上代阿山头，阿妹妹太上代阿山头，头摆个圆筒的，是最上细人的设计人达，圆圆硬硬，我老背有黏定悠悠嘅砂糖，水红色清酱，为了个冰刀再香再咕咕。肥仔的香香甜甜，爷爷嘅荷兰水伫嘴角流出来，用力啜一下荷兰水，牙齿用力一抽，叽叽嘎嘎嘅声音传出甜甜满足嘅幸福。